這次我們深入日本，上頭給我們安排了幾個對接人在餐廳包廂見面。餐廳包廂好容易出蠱惑㗎，查清對方嘅底先。這個對接人的名叫龍岡豬腳，條友叫龍江豬腳。哦，廣東人。還有一個叫信德如生，順德魚生。還有一個淮山九記，淮山九記。還有一個梅香鹹魚，梅香鹹魚啊！啊，怪唔之約喺餐廳見啦，聽個名都肚餓。哦，還有幾個對接人約在另一個地方見面，一個叫廁所無廁紙，廁所冇廁紙，今次用手指，今次用手指。還有一個大卷廁紙，大卷廁紙啊！啊，我哋睇怕係咪要喺公廁見面啊？哦，還有兩個約在地鐵站對接，哇，地鐵站人又多又雜，恐防係個陷阱。對方叫嘉禾望江，嘉禾望江啊！還有漢基祥龍，仲有個漢基祥龍啊！啊，冇問題啊，全部廣東人嚟嘅，那沒問題啦。剩下還有一個對接人，哇，呢個唔得啊，絕對係臥底啊！不是，我們查過他底細也沒問題的。這個使徒行者，睇個名都知係臥底啦，使徒行者喎。